咒語係唔可以隨便咁讀嘅。我馬你俾我，急急如律令，輕則覺得攰，重則生命上面嘅問題。本嚟冇魔，聽到呢個咒語，你做乜嘢挑釁我？手訣做錯都係不敬。元天缺，紫微缺，殺佛調準器。胡亂念咒語，它都是手訣，做了有問題怎麼辦？是吧？停住了，我操！我們是不是分享了這種？不小心呢個咒語，就是我們把我哋呢個節目同神仙溝通咗啦，聽我哋講就好啦嚇，千祈唔好攞嚟讀下。非常之感謝大家嘅支持啊！我嘅課程咧，中華智慧大講堂咧已經開放啦。進入咗九支離火運咧，如果你想快一步咧，學習玄學啊，同埋一啲叫做道法術器嘅知識啊，了解自己，幫助自己身邊牽掛嘅人咧，咁就可以加翻我哋嘅 WhatsApp 報名上堂，福生無量。Hello， 大家好，我係風水。Hello， 大家好，我是子耀。師兄啊，我們這一期節目給大家普及一些乾貨硬知識，好嗎？因為我們每一次的結尾都會講福生無量天尊嘛，這個在道教裡面也算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咒語。我去參加好多嘅道教嘅活動，公開嘅，包括道教聯合會啊，好多海外嘅。佢哋都同我講咗一句，好感謝我，因為咧喺好多地區咧都知道道，但係唔知道福生無量天尊呢6個字。佢話我將呢6個字咧帶咗出去，咁我就多謝大家，多謝大家嘅支持啊！其實咧呢個係我希望你有更好嘅福報，希望你有更多嘅吉祥同埋如意嘅，所以咧我哋一句福生無量天尊係最你嚟講係無限嘅一個祝福，希望大家聽到我哋講呢樣嘢嘅時候咧，可以接收到我哋呢個祝福咧，令到自己嘅人生咧更加嘅順利、如意、吉祥嘅。咁咧嗱，呢吉利嘅説話咧係唔怕多講嘅，但係咧道門裏邊咧有好多嘢咧叫做係禁忌，係要注意嘅。對，比方說像什麼急急如律令啊、太上老君啊那種，在電影裡面看到很多嘛，那種法師啊去劍指或者怎麼樣，這種我們普通人是不能隨便亂講。係啊，咁如果係咁講嘅話，我可能要開始同大家科普下啦。嗱，道門裏邊咧有3個嘢咧係好重要嘅。我哋第一個叫做咒，第二個叫做剛，第3個叫做決。咒咧，譬如話你啱先講嘅急急如律令啊，譬如話我哋天蓬咒啊、金剛神咒啊，呢啲都屬於係咒。咒語咧係唔可以隨便咁樣去讀嘅，尤其係急急如律令。點解唔可以講咧？我會同大家展開嚟講嘅。咁另外咧，第二個咧係剛，曝光塔斗。咁咧呢個咧就係你見到好多法事裏邊啊，會打俾一個彌羅缸啊、九子缸啊或者3台缸啊，係我哋按照天上嘅星宿，希望佢能夠降落嚟我哋呢個法壇裏邊，所以我哋去曝光塔斗。第3個咧就係訣啦，就係我哋嗰種嘅手訣啦、劍指啊、三山訣啊，各種嘅法事裏邊啦，或者我哋要解決唔同嘅問題裏邊啦，都有唔同嘅訣嘅，多不勝數。手訣咧係配合埋我哋嘅咒語一齊去使用嘅。金剛神咒有金剛神咒嘅訣，係啦，天蓬咒有天蓬咒嘅訣，紫微咧有紫微嘅訣，係啦，就非常之多嘅。咁依家咧同大家先去講咧咒語咧，你係古代人希望同上天進行一種溝通，一種唔同嘅頻率嚟嘅，好似我哋成日聽到嘅金光神咒，密宗裏邊有叫密宗裡面的Om Mani Padme Hum，Om Mani Padme Hum 啦，係嘛？呢種叫做密語咧，其實每個門派裏邊嘅內秘不傳嘅嘢就係內秘啦。咁咧，我哋喺道門裏邊咧聽得最多嘅咧，其實叫做急急如律令。咁但係咧，成句説話並唔係咁樣念嘅。如果我哋用嘅呢一個咒或者用嘅呢一個法事裏邊咧，需要用到太上老君嘅話咧，就叫做吾奉我去奉請吾奉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唔同嘅嘢用翻唔同嘅神仙，吾奉玉皇大帝，急急如律令；吾奉玄天上帝，急急如律令；吾奉九天玄女，急急如律令。有點像我們發短信。係啦，短信誰趕緊來 call 咗佢之後咧，如果你再急一啲嘅時候咧，我哋唔係用個吾奉喺前面嘅，係將嗰個天尊嘅聖號擺喺中間，急急
元女律令，急急如太上老君律令。但係呢個正常人咧都係唔可以去念嘅，因為急急如律令係咩咧？律令係天上一個好快嘅一匹神獸，即係我呢件事要去解決，我就急好似呢個律令咁快咁樣嚟到呢個人間去幫我解決問題嘅。你冇乜事情，你不要隨便叫別人嚟。你騷擾神仙做乜嘢啫？係咪？我喺度打緊麻雀，喺度睇緊報紙，係咪先？你做咩 call 我落嚟啊？咩事啊？你嚟玩啊？所以佢一定喺日常裏邊咧，唔好見到人哋讀，你就跟住去讀啦。咁如果有啲人咧，會聽到另外一個，仲有一個好重要嘅字㗎。當你讀呢一個字嘅時候，你真係要注意啦，叫做敕。敕令嘅敕。係啊，敕就係一個叫做敕令、命令、祈求。敕有兩種敕，右手邊一個文字嘅，叫做文敕；有個力字嘅，叫做武敕。係啦。正常人、普通弟子，一般就算你係有師承嘅，有人教你，同埋你一般去念法嘅時候咧，只能夠用到呢個反文旁嘅呢個文敕。文敕點咧？我祈求你，我希望你能夠嚟到呢一度幫我去解決呢一件事，因為我哋好多嘅祈福啊，好多嘅事情我都係希望能夠達成嘅。咁咧，所以我哋用咗呢個文敕。但係有啲時候我冇辦法，我要佢必須死，斬妖伏魔，係佢必須要離開。我呢個時候就要用到力字嘅呢個敕啦。呢個敕咧叫做咩？我要求呢個兵將必須馬上立刻解決，所以就用到呢個武敕。呢個武敕嘅人咧，個功力一定要好深厚，同埋咧佢對自己嘅日常嘅行為啊，呢個功德啊、福報啊都要好夠嘅時候咧，先能夠去。其實係勒令神仙，我同你合一，冇辦法啦，我點樣都要將佢打破佢，所以我要用到呢個力字邊嘅呢個敕啦。沒錯。那我還有一個很好奇的點，那有沒有一些口訣真的是普通人真的是不能碰，一碰可能就是出現比較嚴重的問題？譬如話我哋講嘅一啲叫做天蓬咒啦，因為佢係一啲戰鬥力好強嘅咒語嚟嘅。呢啲你見到讀到，我覺得好犀利，我哋千祈唔好去掂。點解咧？因為呢樣嘢咧係要用晒你成個人元神嘅精氣神去。呢個時候你就要化作雷霆。呢個時候你化唔到雷霆嘅話咧，你就用晒你自己身上嘅所有嘅精氣去對呢樣嘢去做一個驅趕。你普通人個氣就係得個少少，你要破佢嘅時候，你仲要透支埋你嘅氣，承負不起。係啦，咁如果係用咗之後咧，嗱，輕則身體會覺得攰，重則可能好多嘅。即係生命上面嘅問題會影響到你，所以我哋一般都唔會用嘅。呢個係咒啫，其實我哋仲有咧一啲叫做手訣嘅。手訣，對啊，師兄啊，我在這裡我聽到你分享，我想起來一個，是吧？停住了，我操，我們是不是分享了這種啊過熱了？先不小心念咗咒語，就是我們把。我哋呢個節目裏邊咧，因為已經同神仙溝通咗啦，我哋係只不過係弟子念法，諸神迴避嘅嚇。但係你未係諸神迴避嘅時候咧，聽我哋講就好啦嚇，千祈唔好攞嚟讀啊！不要跟着我們的節目自己去選，係啦，因為大家沒有修持，並且也不知道具體應該怎麼去合適的去運用。因為我有一個朋友，其實他是一個佛教徒來的，就是他有一次在這個學習的過程當中呢，學了這個地藏王菩薩的這個經文嘛，然後他每天晚上睡覺之前呢，就在念這個經文，但是呢，我發現一段時間以後啊，他不僅沒有說，哎，感覺氣色好啊，整個人都黑黑的面了。後面他就覺得這個可能不對了，找其他人來破解。咁梗係啦，嗱，地藏經咧唔會話唔好嘅，呢本經文咧幫十方嘅一啲叫做超度啊、解脫啊，我覺得係好好嘅一個發心嚟嘅。可能咧佢自己嘅修行唔夠啦，同埋自己嘅一啲方法啦、行為啊，亦都係錯嘅。本嚟冇魔嘅，個魔聽到呢個咒語啦，你同我馬上過嚟。你做咩挑釁我啊？你做乜嘢挑釁我？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獄門你要來找。係啦，咁我本嚟大家河水不犯井水嘅，你突然間照話想搞我喎，咁我梗係奮起嚟反抗㗎啦。
所以咧正常嘅人就真係唔好亂咁去做，因為我哋講話道門有好多嘅內秘，我相信好多師傅未必會去教嘅，好多人睇過我啲道法課，都係好正式咁去教啦，佢哋會問點解咁多師傅唔去講嘅嘢？好多時候係一係師傅就真係帶落個泥土度，一係就係臨合埋眼之前嗌個弟子過嚟喺床邊度講嗰幾句嘢，你全部教咧。我覺得呢樣嘢咧，本嚟唔係屬於我哋嘅，本嚟呢樣嘢咧係歷史嘅長河咁樣流傳落嚟嘅。點解我哋要令到佢失傳咧？點樣我哋要收收埋埋咧？我哋要做嘅嘢係弘道嘅嘢。呢樣嘢既然你要睇你要學，係本嚟係你身上，你就應該係要嘅。只不過我係激發咗呢樣嘢出嚟，僅此而已。所以我應該大家去學多啲嘅話，令到我哋呢個文化嘅復興更加之為重要。我們只是一個引路人嘛。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其實是可以添加我們的這個 WhatsApp，然後的話呢，跟着我們的師兄一起參與我們的中華智慧大講堂了。係。那在我們的課程當中呢，大家可以跟着師兄一起去到很多的這個名山大川啊，一起來學習，一起來修行。慢慢的，我們才能夠熟練的掌握這樣的一些技能。其實師兄剛才分享了很多咒啦，不能隨便亂練。那剛才還提到有沒有手訣？係，很多手訣不能隨便亂掐的嘛。係啊，講一講。我手分為左右手啦，左手係我哋嘅先天啦，右手係我哋嘅後天啦。係啊，喺我嘅學習裏邊，我想同大家講，我哋無論係睇手相又好，做道法又好，點解會左手係先天，右手係後天呢？因為左手佢代表咗我哋係北極。北極係我哋北極。當我攞住個左手，你要修道嘅人喺度握緊呢個咒嘅時候，你就係知道我同個道喺埋一齊。我喺北極上面去俯瞰呢個世界，我要運用呢個天上面嘅能量去俯瞰呢個世界。當我用右手嘅時候，我就係人，我在地仰視北極。我作為人嘅時候，我要借助你嘅能量。我請求。係啦，大家好多人都冇人講清楚。分不清左右手嘅區別。係啊，點解有時候左手唔得，有時候右手又得？好似我哋有一個訣，大家都可以用嘅，咁就係有時候飲啲發水嘅時候咧，就攞呢個訣叫三山訣。龍虎山、茅山、國祖山，呢個係三山啊嘛，三個地方嘅神啊嘛。當我哋入呢個發水嘅時候，將一杯水擺喺呢一度嘅時候，譬如說這個係啦，唔好意思，呢個由於你冇贊助廣告咧，我冇辦法俾你出鏡嘅個招牌係啦，咁啊咁樣擺喺度咧就係發水聖水，這樣子嚇。呢個 OK 啦。跟住咧，你飲咗佢喎，記得。因為我示範一下，你們沒有水的。未必有㗎，呢度啱先我哋啲煙灰就抌喺度㗎啦。跟住咧，點解我哋會用個右手嚟喺度入位咧？因為我係人，我要借助呢個能量。同大家講下，劍指亦都唔可以隨便咁樣用嘅。劍指嚟講嘅話，我哋通常咧就係用食指、中指，呢個係陽氣好足嘅地方，我哋嘅劍氣要咁樣出嚟。我哋個大拇指咧係捏住我哋嘅無名指同尾指嘅。呢個時候，我哋希望有更加好嘅祝福，希望有更加好嘅能量，畫喺個符度又好啦，畫喺杯水度又好啦。呢個都係一種祝福，一種祝禱嚟嘅啫。係，但係有時候冇辦法，我講極你都唔明。搞極你都唔掂，我就能打你。我遇鬼殺鬼啦！呢次我哋成日講咧，呢度咧係從無名指開始，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酉代表肅殺肅清嘅時候咧，我個大拇指就擺喺度，然之後呢兩個手指點落嚟，呢個時候咧冇辦法啦！我依家遇到一切嘅阻礙都要清理嘅時候，我就能開槍啦。係啦，我要用我最大嘅能量去肅清佢嘅時候，咁呢個劍指嘅手勢亦都唔一樣。好多人練劍指都練錯咗嘅，我都唔明白佢哋點樣可以令到一啲能量可以傳遞俾大家，去做唔同嘅事情嘅時候，不同嘅手訣係啦，嗰啲手訣如果你做錯咗，有時候都係不敬嘅。所以細節嘅位，我哋要知道點樣去做，我哋要知道嗰個咒係點樣去念，咒同埋訣咁樣結合埋一齊咧，先能夠形成一個好好嘅祝福，俾到大家嘅。對啊，其實我看師兄經常會做一個靈官訣呀，而且在通靈之王裡面你多次展示了，那為什麼你就是
主要是用這個靈官訣的？因為王靈官係我哋雷法裏邊咧好重要嘅一個元帥，佢係三眼能通天下事，估嘢啊，去睇嘢啊，去借助佢嘅眼去辨別一啲嘢，會比較方便。預測係啦，咁當我哋遇到問題，當我哋要去肅殺一啲嘢嘅時候，我哋更加多嘅用嘅係玄天訣。玄天咧係我哋嘅叫做北帝。叫做真武大帝，喺武當山上面嘅香港長洲島拜嘅都係北帝嚟嘅。咁咧佢個訣咧，我哋喺好多嘅神像上面都見到。咁啊，不妨咁樣教下大家呢個玄天訣啦。嗱，攞嚟鍛鍊下自己嘅手指係冇問題嘅，但係千祈唔好念咒，唔好念咒嚇，鍛鍊下手指嘅靈活性都 OK 嘅。首先，你個手指個尾指咧要繞個無名指。然之後咧，用個中指撳住個無名指出嚟，呢一個就係我哋嘅玄天上帝。你去揾到所有嘅神像嘅樣都係咁樣樣嘅。呢個尾指要合入去嘅，撳住係啦，撳住我哋嘅中指。好啦，阿子耀嘅手指咧就比較短啲嘅，所以佢冇辦法完成。可以加注啦。係呢個就係玄天訣。我哋有時候召請我哋嘅真武大帝嘅時候咧，會用到呢個，但係好少啦，因為好少我哋要去殺佛嘅。跟住咧，如果我哋到咗正月15咧，要紫微大帝君嘅時候咧，紫微訣伸出我哋嘅無名指，然之後大拇指捏住無名指嘅第一節，呢個就係紫微訣啦。咁啊，紫微訣咧，仲有一個好強嘅使用方法。你知唔知紫微訣？除咗我哋用呢個紫微訣之外咧，佢仲係我哋有時候殺佛嘅一個瞄準器嚟㗎。就定位嗱，劍指要去出招嘅時候，呢個就係瞄準器啦。呢個槍嘅托。係啦，對住佢係咁入啦，對住你大家啊，有啲祝福俾大家。瞄準。係啦，呢個喺好多嘅古書裏邊咧都冇寫，但係如果係學習過嘅人咧，應該知道呢度係非常之厲害。你識得呢個已經不得了啦。但是普通人應該不能隨便亂用。係即係針對性嘅攻擊，係啦，所以咧我就話，如果大家有興趣嘅話，可以系統地去學習。沒錯，可以根據我們的這個 WhatsApp，然後聯繫我們的助理啊，報名我們的中華智慧大講。係嘅。沒錯。那師兄啊，如果說有一些朋友胡亂念了一些咒語，然後真的胡亂掐了一些手訣，玩一下嘛，那後面出了問題應該怎麼辦？咁咧，其實解決嘅問題咧都好簡單嘅。我哋話首先去到一啲廟啊或者道觀裏邊咧，誠心去懺悔先。最好嘅辦法咧就係話嗰度冇乜人嘅話咧，你攞起3支香，然之後咧跪喺度，將呢個3支香咧跪嘅時間咧就乜都唔好諗，淨係諗我曾經我犯過各種嘅錯誤，希望神明可以原諒我，懺悔係啦，誠心懺悔。咁啊，基本上咧呢種懺悔嘅方法咧，係我哋經常都去做嘅。我哋做緊我哋叫八拜朝天，懺得仲犀利過你嚇。你可能就係跪一炷香，因為跪幾炷香嘅時間嘅。咁第二個咧就係如果係嗰個人啊真係做咗之後超越啲唔乾淨嘅氣運啊，或者唔乾淨嘅一啲叫做靈體啊，用碌柚葉去清洗一下自己嚇，因為碌柚咧佢有個辟邪啊護身嘅作用咧，呢個係 OK 嘅。第三個咧就如果係真係太大嘅問題咧，我建議大家咧可以有啲符咒啊，可以喺呢度隨身佩戴，咁樣可以驅咗一啲負能量對你嘅影響嘅。就找專業人士去請一些符咒，然後佩戴。那師兄，那個我們要念咒語或手訣的話，是不是一定真的要找人傳承，它才會有效果？還是自己可以自己自修？嗱，呢個問得好好啦。係唔係一定要好強嘅傳承咧？按照古代嚟講嘅話咧，我哋其實可以開翻一集啊！乜嘢叫做拜師？因為所有嘅嘢咧都係由天道或者係呢個道經師三寶慢慢流傳落嚟俾你嘅。你要用所有嘅咒又好，術又好，首先你個德行要有夠先得。如果唔係嘅話咧，你去駕馭呢樣嘢嘅時候咧，你損耗自己嘅精氣神啊，個人嘅身體會變得好弱。偷雞不成18米。係啦，咁啊，最重要係乜嘢咧？係教你嘅嗰個人有冇將好多嘅內秘同埋好多嘅所以然同你講得清清楚楚。因為
最重要係好多嘅步驟，你冇行清楚嘅時候，會選到一啲自己嘅腹部。所以我個人認為，如果你真係想去學呢，係要揾到一個叫做對呢樣嘢全面了解嘅人專業人士去學習，因為未必一定係拜師，好多嘅老師都可以教到大家嘅，只不過係呢個人要考慮佢係咪全面嘅認知。第二個呢個老師嘅德行夠唔夠？明白。那師兄啊，如果說要求這麼多的話，可能鏡頭前的一些朋友，他不一定能這麼快的去接觸到這些人嘛。係。那有沒有一些簡單的方法，一些簡單的這個經文啊或咒語，適合我們普通人日常念的，給大家分享？咁我最重要嘅話，覺得大家咧都係個身心嘅清淨係最好嘅。咁啊喺道門裏邊咧，入門嘅第一本經，我希望大家先念嘅係清淨經。清淨經係啦，因為佢裏邊咧已經教咗我哋非常之多，即係在人世間嘅一啲嘅道理。我哋好多嘅問題嘅發生係因為我哋嘅妄念，我哋好多嘅事情唔圓滿係因為我哋有好多嘅叫做期盼。我哋認為呢個人世間裏邊有好多嘅煩惱係上天俾我嘅，咁係錯嘅。上天俾你嘅係幸福，我哋係要借住呢啲煩惱去修出我哋嘅清淨，係修出我哋嘅智慧出嚟。咁啊，清淨裏邊咧，俾咗我哋所有嘅答案。佢最後話俾我哋知嘅一句經典嘅即係句子咧，叫做人能常清淨，天地悉皆歸。你能夠清淨嘅時候，所有嘅能量都俾晒你噶嘛。其實喺《虛形之王》裏邊，我講嘅好多嘅即係詞語啦，都係離唔開呢個清淨經。我覺得入門你就先從最簡單嘅開始。其實道門入門叫讀清淨經，最後結束嘅係亦都係清淨經，係你完全理解咗佢啦。為你嘅最大嘅經典嘅時候，其實就係與道合一嘅呢個過程。對，所以我相信屏幕前的很多的這個觀眾都是想學習的。那如果說大家想要了解清淨經具體講什麼，其實可以在屏幕下方留言。需求比較熱烈的話，我們其實可以專門開幾集的內容，然後為大家講解一下清淨經裡面到底講的是什麼。我真係好希望大家對呢樣嘢有興趣，留言破100嘅時候呢，我就去講啦。專門開一集。點解呢？因為清淨經，我個人認知理解呢，佢係每一個字，佢都有佢自己嘅含義喺裏邊。我哋能夠喺裏邊咧掌握到幾句嘢係有用嘅話，你係可以受益終身。受用終身的，對啊。好，那看來我們道家的這個咒語啊，包括訣啊，包括綱啊，都是有很多比較神秘的一些這個講究了。所以我們普通人呢，還是要保持敬畏之心。係。那麼不要輕易的去模仿，要不然可能會給自己帶來不必要的麻煩。同埋大家亦都唔使擔心，我能夠講得出嚟嘅嘢，我對於呢個行業嘅責任在於，你能夠學嘅嘢都係最安全嘅，因為我唔希望大家學咗啲好短期又學得識，跟住好快又見好大嘅效果嘅。越快學得識，越快見到好明顯嘅效果嘅嘢，佢嘅反噬同埋佢嘅風險係越大嘅。咁我能夠講俾大家知咧，做我哋嘅呢個叫做道法嘅時候，你一心向善、懸壺濟世嘅時候，所有嘅神仙都係幫助你。你做呢件事係為咗一己嘅私欲嘅時候，為咗去損害人哋嘅時候，其實所有嘅神仙都唔幫你，所有魔鬼都喺度等住你。一念你成神，一念你成魔。所以我希望大家去學呢一切嘅術法之前，先去修我哋嘅德行。我哋嘅風水堂嘅門口掛住2個牌匾，我哋叫做道高龍虎伏。你個道法好犀利，龍虎可以收服，但係德重德重鬼神陰。好，那感謝師兄的這個總結和給大家的一些警醒吧，啟發。那我們節目時間差不多啦，我們下期節目再見。好，福生無量天尊。